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利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大概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加工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利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3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新科议员蔡立青第1届总质询要求市府将安南区所有建设拢全面升级，无应该搁将安南区当作厝顶的公民，尤其是掩埋场、土石荒处理场、甲废弃物回收场，拢伫土城，互土城变成大型的粪扫场。所以要求环保局爱去检测水质，敢有受到污染。安南区过去算增加，不过现在中华区开发人口一直增加，发展前景看会到。不过议员蔡立青无奈是土石荒处理、掩埋场甲废弃物回收场拢设伫土城，或或者参像大型的粪扫场，嘛有当地居民质疑水质受污染，蛤蟆拢饲袂活。所以议员伫总质询嘛发出渔民的悲哀，向市长黄伟哲请命，进一步要求环保局掌握非法设立的土石场，主动稽查。这是有申请在内，我查得到的。
那查不到的，在城西、在安南、在土城里面，大大小小，我想请教局长，像这都无合格、无申请的，局长对我们台南市内没有申请的土资厂还有回收厂有掌握吗？这个要看他是跟哪个单位申请的，因为土资厂有些是公务局在核准的，像刚刚议座在讲到的那个有三家，有第三家这个申请中尚未营运的那个应该还在申请中。我在那废弃物回收厂呢？非法的我们局长有掌握吗？申请如果是弃置的，我们有掌握大概有162场，但是申请中就说他没有申请，这个我们还要再清查。议员蔡立青关心非法土石场，却被人烦恼最近就被恶势力来关心，所以千万唔通一人单独行动。毛议员公开伫议事厅发表无自杀声明。现在是这个业者是有恶势力吗？怎么会？我们一开始在查这些非法，甚至是有污染的这个场地。他们就很多人来跟我说，你要小心哦，这个势力很庞大，这个尽量呢都不要落单，不要自己一个人。可以请局长给我们说，台南市在我们廖局长的保护之下，也不会让这些业者这么嚣张。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绝对能够保护，包括我们议座，包括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部分绝对没有问题。至于这个请到这个非法的废弃物，我在开会就有强调。请我们各分局巡逻的部分加强来查系，来配合环保局。如果有民众检举，我们会第一时间到场。如果巡逻发现可疑，也要直接进行取缔来侦办。新科议员蔡立青首次总质询，要求市府转变对安南区的观念，所建设爱全面升级，不应该各将安南区当作起点公民。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周丽珍伫总质询针对南区甲安边区的建设进行总体检，关心的议题包括黄金海岸、水漂稳啊地下停车场等等。另外，新起的军南里活动中心，现在只欠一堵围墙。议员表示，这个工程好不容易完工，只差最后一步，千万唔通破功。为改善市区停车问题，水漂地下停车场算是第一座中央前瞻补助完工的地下停车场。不过，对今年3月完工、4月正式通车营运以后，议员周丽珍表示，原本地面的公园景观甲特色悠久已经4档，要求市府重新规划改建，来符合当地亲子休闲的需求。伫总质询积极向市场争取。旁边的那个停车场上面的空地也那么大了，然后这边的空地，你看，或许我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下了，大概。这个一定要延伸，市长有办法吗？水平湾公园已经是一个继承的公园了。那您刚刚讲的那个我们都听到了，应该我觉得可以说先恢复先把它恢复绿色植栽，然后再强化它的一个游具。我会努力。你这样讲，我们拜托市长说，我们水平公园因为离市区很近，而且现在也做了停车场，是最繁华的蛋黄区之一。对啊，而且也做了停车场，所以妈妈、爸爸、父母亲带小朋友来玩，也不用找车位，直接下停车场。另外，争取足久的南区俊南里新建工程，克服多处流标，总算动土完工。新的建筑主体甲环境互当地拢相当的欣慰。不过，因为隔壁就是树林、树林地，加上有坡道、关家无平，议员接受点前要求市府正式围墙，也无该工程将差最后一步破功。那边的地不是完整。也有上下坡这样子，有坡度啦，有落差点。那其实我们的里长李明有跟丽晶建议说，希望能做一个围墙，是，防止这些小动物，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小朋友，假如跑到旁边去散步啊，还是去玩沙玩土，那个去没那班。是。所以里长有建议我说，来跟市长。局长看说能不能在我们的活动中心东侧做一个围墙，是，有没有
有那个，好，我现在就可以跟您报告，就我们会基于安全跟实用的考量，我们会把它做一个，而且你看那边是私人的，这边是活动村，也避免一些混杂，所以把它稍微有一，我觉得应该做的好。面对地方建设，包括华平路拓宽、林安桥改建，甚至北外环连接安平等工程，议员拢一并关心，要求市府加速进行，同时兼顾品质。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省电环保，台南市专门将路顶汰换成 LED 的灯。议员蔡宗和接到陈情，至于110年所汰换一批不列架，也就是漏电断路器，安全的开关，也有保护夜道，竟然拢无符合国家的标准，所以要求市府要全面检测，千万唔通变成路边杀手。议员蔡宗和手提俗称不列架断路器，甲市长委托研究该安全设施的开关，因为伊主要就是避免人电着，卖当防止用电量伤大、烧拍电等功能。不过议员质疑的是，第110年安平等济区域 LED 路灯专门换装这款不列架，结果唔免工具地当切换。烦恼已经是路边的杀手，要求全面查验，安全第一。那台白色的根本就不用工具，而且连盒子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像冷气的遥控器一样，开关、开关、开关，只是外面一个塑胶套而已。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哦，是这样。那根据 CNS 这样规定写的清清楚楚，我们看上面的内容也写说用工具才能切换。那我们刚才试验有凭有据。对，这完全不符合 CNS 的规定啊！是不是应该要限时赶快全面下架？您的是说我们现在的路灯装设的断路器，只要是装设这一颗断路器的，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做更换？是，如果说它使用不符合 CNS 的标准，因为当初招标规范里面应该会有所规范啊。如果它这边它这个不符合招标规范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依照合约可以做一些处置的。为中议员进一步质疑，该不列架保护夜道就2.5 kA， 甲国家标准规定的10 kA 有真大落差。加上将烽火外壳绑起来，是中国籍到符合原本的合约，拢要求检测。对此，干部局嘛强调，目前也是保固期间，只要无符合规格，一定会要求汰换。面对相关的争议，甲安全保障会全面把关。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大台南公共运输的月票将伫个5月31号正式开卖。台南市政府第一波推出大台南公车无限搭299方案，希望提供市民大众更加升级的公共交通。台南市政府配合行政院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率先上架申请，已经顺利通过审查。首先推出299方案，不论是市区公车、消防巴士，或者是 U-Bike 前30分钟，拢包含在内，大大提升台南市境内旅行的便利度。年初行政院所推出的这个交通便捷方案，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台南市率先提出了，已经可以实际上使用，在5月31日，我们就推出299专案，299专案就可以使用台南市的市区公车，还有小黄巴士，还有我们的 U-Bike 前30分钟免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相信民众如果在台南市，因为台南市的幅员辽阔，你搭乘公车随便一搭2-3趟，就可能会超过100-200块了。所以这个299专案，我相信1个月30天299，那我相信对于民众，不管是这个通勤，不管是或出游，只要在台南市境内旅行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首波开放的是大台南公车无限搭299方案，另外伫7月份，还有台南市内公车甲台铁无限搭399方案，以及跨境的南高屏公共运输行透透999方案等，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结合昆山科技大学甲新北市的复兴上港，做伙7月新锐技术设计展。
现主席伫樱花市政中心登场，一场展览也呈现出新世代艺术甲设计创意特色。新北市复兴商工跨县市来到台南，甲昆山科技大学学生合作举办展览，展出包括油画、水墨、版画、水彩、产品设计、文创商品、各类设计作品等等，展现台湾青年的艺术设计甲创意实力。我们学生6月2号毕业典礼准备要画上句点，所以呢，我们不把它定义为学生的展览，因为他们已经准备离开校园。这个成熟度，我们希望是可以扩大步走大道，让他们更成熟在这艺术跟设计的展现，让人家可以认同。这条合作彰显两校伫艺术甲设计专业教学的优质成果，同时会当伫台南樱花市政中心做展出。说明市府也非常重视艺文教育，因此伫展览开幕的时阵，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出席来勉励学生。很多复兴商工的同学的作品真的是很厉害，我有点感觉有点像那个谁，你知道？像过去我们在台南市美术馆那个日本的插画家奈良美智，他所做的画作很多，我感觉啦，也许我是门外汉，但我总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有那样的风格。那我希望说，台南市民朋友们，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对艺术对于美术以及对于所有的这个美的事物喜欢的各位好朋友，都能够把握时间，从今天开始到6月2号礼拜5，就结束这样一个短暂但是很美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展览。活动当天，复兴商工人像速写队的学生伫现场为参观来宾甲民众速写，大约5到10分钟，就会当完成一张人像画。学生也致敬市长黄伟綽100肖像画，互黄伟綽相当欢喜。因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互少年人一个鼓励甲支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凤凰城国际青年商会举办第35届十大杰出儿童的表扬，市长黄伟綽亲身出席颁奖典礼，颁发奖座予10位当选的杰出儿童，同时嘛肯定凤凰城青商会伫台南市数十年来热心的付出。台南市凤凰城国际青商会透过举办10大杰出儿童选拔，鼓励各少年学生伫德、智、体、群、美5个顶面平均发展，为因家己甲学校再来公营。主办单位26号伫议会2楼大会议厅举办表扬典礼，由市长黄伟綽亲临颁奖。10大杰出儿童，那见证了我们凤凰城青商对于我们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重视的一面。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也要祝福我们大会圆满，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弟妹妹们，或是在学校，每个都是各学校的代表。那我们也会在各界去积极去推广这个活动，让大家知道，因为以前这是台南市的，收到。所以县市合并之后，比较以前台南县的学校可能对这边的资讯比较不足，这也是我们会后续会继续改善的地方。第35届10大杰出儿童得主为英和国小的庄佑琪、南大附小郑敬杰、西门国小陈敬之、义载国小黄若慈、安定国小蔡怡杰、定海国小蔡佑瑞、友文国小林千月、复兴国小戴品文、立克国小王方凯、大型国小吴彦勋这10位小朋友。很开心我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然后就是也是要谢谢爸爸妈妈帮助我在这一次中，有很大的努力，我才能选中这个10大杰出儿童。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规划的？既然这么优秀，就是想说自己想要当个电脑工程师。电脑工程师，彦勋从小就都算蛮听话的，那我们从小就让他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很重要。那妈妈这边也花很多心思，然后陪伴小孩一起念书，然后在各方面都成长得蛮好的。黄伟綽表示，真肯定凤凰城国际青商会伫台南地区长期以来伫教育甲公益方面贡献，伊也期待未来几档的活动会当取得更大成功。
同时，伊也向这10位得奖学生表达祝贺，祝愿因伫人生学习之路顶面持续前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一位78岁老先生到奇美病院动手术，结果手术后第2天就出现谵妄症，症状包括精神的状态改变、出现幻觉、情绪无稳定等等。医师指出，发生的原因有可能是病患本身、麻醉的药物，甚至欠缺维生素 D， 嘛拢有可能。常常拢会听到手术开刀了后出现幻觉，亲像是看到死去的人，也是可怕的画面，甚至是出现攻击行为。医师就讲，这是术后谵妄症，通常伫手术了后的24点钟到72点钟以来发生。在那个术后谵妄的这个部分，然后一般它发生的一个症状啊，可能包含就是说意识混乱，还有出现一些幻觉等等。那病患可能对人时地物可能就不是很清楚，尤其他可能不认识自己身边照顾的这个亲人等等。奇美病院麻醉部团队综合2025年到2021年这6年来相关的文献分析，发现2673位病人当中，年龄伫咧59岁到84岁之间，年龄较大的人甲术后谵妄症有较大的相关。欠缺维生素 D 的患者，罹患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出1.5倍。这项发现去年也刊登在麻醉领域第1名的期刊。我们医院的话，在2017年的话就开始有成立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实验室了哈，主要在检测这个微量元素。那它里面还包含维生素 D 的这个检测。那这个检测的话，其实将来可以建议民众，就是如果说要进行这个大手术，如果说你是属于高风险群的比如说你年纪真的很大，或者是说你平常真的很少晒这个太阳的话，属于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险群的话，其实可以事先做个检测啦。医师建议，长辈想要增加维生素 D， 会当透过拍日头、食物、摄取等来维持体内维生素 D 的浓度，而每1天摄取量大约伫咧400到600左右。若是严重欠缺的人，会当使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也毋过爱尊重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避免摄取过量的维生素 D。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有一间宠物友善餐厅，主打美价舒肥料理，而且佮结合中途自家救援收容流浪猫仔。店内有真高资源毛孩店长，除了会当教因做伙佚佗，佮会当带家己厝内毛小孩去约会。身为肉食控的你，必吃铺满炙烧安格斯黑牛的龙岩舒肥牛冻饭和炙烧孜然双酱双板猪冻饭，分别都是使用舒肥烹调再炙烧，搭配主厨的秘制酱汁和爆酱温泉蛋，超疗愈也超下饭。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舒肥牛，我们蛮有自信的，是因为我们的肉质原本就选得很好，我们是选择安格斯黑牛的一个板腱的部位。那它每一种牛肉它的特色性不同，那安格斯黑牛它就是它即使嫩度在，但是它也有那个咬劲，这就是它的特色，就是不会流失到牛肉本身。可能有些人喜欢去嚼它的那个筋的美味，那它舒肥过后，它的筋完全就不在了，就是变成是一种 QQ 的口感，很像那种胶质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它是它的特色。舒肥猪其实在市面上还蛮少人做，是因为它会有一个猪肉的很。对，就是一个猪肉的一个味道嘛。那我们家的是因为厨师他有一个比较家乡他们自己的一个酱汁，然后结果搭配了之后，没有猪肉味了，然后又可以不吃牛的人又可以吃到那个猪肉的嫩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也会推舒肥猪。可是我们做了舒肥的松板之后，它里面很嫩，结果外面还是脆的，很特别吧？所以就是它吃起来其实很妙，它有点像那个生鱼片的黑尾鱼，对，它的特色很特别。原本是手工水饺专门店，转型为舒肥料理的宠物友善餐厅。老板和老板娘因热爱美食，也热爱分享，意外接触到舒肥，进而研发多种口味，成为店里的主打餐点。我们店其实一刚开始是简餐餐厅。然后是因为我们主厨他以前在1、2间的那个比较大型的饭店当过主厨很多年，然后因为我们2个就是很喜欢吃东西，又很喜欢分享，然后是有一次接触到舒肥之后才发现，这个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也太妙了，它就是完全
就差一点就是入口即化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怎么会那么少人去卖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是发现，哎，舒肥，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其他的肉也可以让它这样子嫩度，然后有嚼劲的再去做过舒肥，然后后来再炙烧，哎，真的每一碗都超美味，我们就很想分享啊，然后干脆我们就把它当做餐点，然后来做贩卖这样子。看完之后，是不是也想要来尝一口呢？除了诱人的餐点之外，店内也有猫中途，希望能够推广结扎跟认养，让爱猫者以认养代替购买。你也想和自家的毛小孩来场约会吗？还不赶快出发！不仅可以撸猫，还能享受高档餐厅级的平价舒肥料理，你绝对不能错过。记者蔡宜文、萧宜轩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